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线丝碗线有鼻音第3条。这日线就是用棉、麻、丝，也有铁啊、金属这些物品做出来幼幼长形的物件，会当拗。像咱讲电线、铁线、天线，混看来讲像线同款长长幼幼的物件，咱嘛讲线。像讲棉线、钢线。另外，搁再看来讲，直直的物件无一定是有形，看袂到，也毋过感觉是直直的形，咱嘛讲线。像讲是线、线索，若脱线是讲一个人亲像线脱去同款，线线线线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线路，会当讲是纹路，像讲倒来线路；嘛会当讲是电线、光线各种线，像讲电话线路；嘛会当讲路线，像讲交通线路。另外，搁一个用法是下线仔的手路，像讲下线仔的线路。第二个词读做牵线，本来意思是讲看板线，落尾嘛有做媒人的意思。另外，搁有请家里去牵线术，咱看到会当讲幕后控制中间人，嘛讲是牵线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阿明想要替因两人牵线，互因熟悉，特别安排这一届旅游活动，交通的线路嘛已经先安排好势。今仔日了解这一日读做线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